如果地球上冇咗喜馬拉雅山，中國會面對乜嘢嘅危機呢？喂，真實嘅答案絕對比你想象中更加恐怖添。每年5、6月，印度氣溫求其都衝到上40幾度，極端嗰時甚至係突破50度高溫添。但係只係隔咗一座山嘅中國，四季分明，氣候啊舒服，完全適合人類居住。我哋先睇下全球地圖添，留意呢一條橫跨地球嘅北緯30度線，你知唔知同一條緯度上面全部都係恐怖嘅乾旱地帶？北非嘅撒哈拉沙漠、中東嘅阿拉伯沙漠、印度嘅塔爾沙漠、北美大片嘅荒漠，成條緯度帶，全世界清一色乾旱、光禿禿嘅無人區。唯獨啊嚟到中國，畫面就直接大玩轉，變成咗富饒繁華嘅江南魚米之鄉啦。對比周圍地獄咁嘅氣候同荒漠，中國啊簡直就係世外桃源啦！好多人會問：難道中國真係有神物保佑咩？其實唔係神仙，係一座神山，一直都守護住呢一度。6500萬年前，印度洋板塊同歐亞板塊因為地殼運動就不停喺度碰撞，不斷嘅擠壓斷裂抬升，硬生生喺平地就頂起咗一座平均海拔6000米、連綿2400幾公里嘅世界屋脊啦！呢一度超級高牆就直接隔喺中國同印度嘅中間，將印度洋吹過嚟嘅熱辣辣嘅熱氣就全部擋喺境外。如果冇咗喜馬拉雅山做屏障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印度洋濕熱嘅氣流會一路暢通無阻北上，直搶中國嘅內陸。到時長江流域4、5月份就40度起步，今日嘅魚米之鄉就直接變成撒哈拉式嘅荒漠。點解印度會熱得咁離譜咯？喂，因為北方落嚟嘅西伯利亞冷空氣咧，就被喜馬拉雅山死咁封住咗，一滴都過唔到去。而印度本土嘅熱氣又俾德干高原、西高地山脈困住咗，散唔到出去。成個印度次大陸就好似一個密密實實嘅大鑊咁，日日嚟暴曬，熱到極致。夏天40度係標配，50度高溫咧就經常出現添。一座山脈就直接隔開咗兩種完全唔同嘅生存環境。但係喜馬拉雅山帶俾中國嘅守護仲唔止氣候喎，印度有常年大量焚燒禾稈草，再加工業廢氣，汽車尾氣冇管控，空氣污染隨時爆標，唔單止害自己，仲拖累埋成個南亞、東南亞添。孟加拉、緬甸、泰國每年一到雲霄季節，成片嘅區域上空就黑衣麻麻一片啦。唯獨中國西南永遠就乾乾淨淨、天朗氣清。原因好簡單，泥霧、灰塵、污染物大量都聚喺2000米以下嘅低空，而喜馬拉雅山平均海拔6000米，直接就封死咗所有污染北上嘅路線。氣氛、水氣污染全部都俾佢擋喺國門之外。仲有最關鍵嘅一點，國望守護。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，北方有匈奴、蒙古輪住入侵，近代列強又喺東面嘅海路不停咁騷擾，唯獨西南方向幾千年幾乎係冇大規模嘅外敵入侵。呢個絕對唔係得咁巧啊！冷兵器時代，你想翻越喜馬拉雅山大舉入侵，根本就係天方夜譚嘅。就連當年最囂張嘅大英帝國都試過從印度出兵北上擴張，結果大軍行到半路，補給線就直接斷鳩咗，高原缺氧，凍到入骨，無路可行，士兵企都企唔穩，仲講咩打仗啊？最後只可以灰溜溜咁撤退啦。從此徹底就放棄咗北上嘅諗法。咁換句説話嚟講，如果冇咗喜馬拉雅山，中國幾千年嚟西南方向嘅軍事壓力絕對係大到難以想像。當然呢一座神山咧都唔係偏心嘅，佢孕育出雅魯藏布江、恒河、印度河，將高山融雪就變成咗流水，滋養住下游10幾億人口㗎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